中國當代第一學霸錢鍾書，由陳光耀聲演。講起錢鍾書，大家都知道佢係中國著名作家同學者，而佢喺小說《圍城》嘅名句「城外嘅人想衝入去，城裏邊嘅人想逃出嚟」，更加係街知巷聞。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錢鍾書同大家分享下。錢鍾書你好，眾所周知你係學霸，點解你當年投考清華大學幾乎滑鐵盧呢？你嘅求學之路又係點嘅呢？哈哈哈，咁係因為我喺1929年嘅時候投考清華大學外文系，但係我嘅數學科唔合格，不過國文同英語嘅成績仲可以，所以最後得到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同意破格取錄，並且喺1933年畢業獲得文學學士。2年後考到庚子賠款公費，去英國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英文系攻讀文學碩士。畢業之後就同太太楊絳去咗法國遊學，直到1938年結束旅程回國，前往昆明嘅西南聯大教書。而你教書嘅同時開始寫作，自1941年起出版多部作品，例如《談藝錄》同埋《寫在人生邊上》等等。不過講到你嘅代表作，一定係1947年出版嘅《圍城》。想必先生都知道書名《圍城》係出自法國名言：婚姻係被圍困嘅城堡，城外嘅人想衝入去，城裏面嘅人想逃出來。我希望藉住主角方鴻漸諷刺當時大部分留學海外、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嘅知識分子，佢哋游離於抗日戰爭之外，試圖改革社會，但又冇勇氣去同傳統勢力鬥爭，甚至無法揾到自己嘅安身之所，最終只係不斷由一個圍城跳去另一個圍城，落得進退失據嘅局面，始終無法擺脫圍城困境。錢鍾書喺《圍城》之中運用大量諷刺手法，令到呢本書成為一部風格創新獨特嘅諷刺小說。除咗被譽為新儒林外史，亦名列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5位。我知道你除咗文學創作之外，你喺比較文學嘅學術研究一樣咁出色喎。先生過獎啦。其實我最初去做呢項學術研究，主要係覺得片面追求新材料，反而會令自己變得孤陋寡聞，而且當時國內比較少學者關注呢個課題，於是我就嘗試以打通古今、旁及百科嘅方式，將中西文學理論互相結合同埋比較印證，以跨文化、跨時代嘅方式揾到全新嘅觀點，為文學界同學術界作出貢獻。縱觀錢鍾書將畢生奉獻俾文學創作同學術研究，作為學者，佢以打通、參互、比較嘅治學方法，重新詮釋比較文學。推崇者甚至稱之為錢學。作為文學家，《圍城》、《人獸鬼》、《寫在人生邊上》等著作歷久不衰，備受海內外文壇追捧，甚至列入中小學指定教材，被稱為文化崑崙，可謂當之無愧。